上去个竞争契机。我的妈，我领他多。你非要跟你多了，你品质多子多，你搞拔的哟！303，你品质开始的。个自行车超这个都是宝啊！你品质都自然就走，介绍了 play， 你品质都看得到。介绍了 play， 你品质都看得到。第二牛，大家都约一头牛啊！能约到牛我一直可有啦。哎呀，我才搞约了嘛！我才搞我给我约了都只开嘛！我还是就老些约得了的米约，我才搞我给我约，我就只开背了。我都不给的，就约了嘛。我大嫂的约，你猜我多少次一定开搞，搞得不再是求约的，给我只开搞了。你别笑。我只约了，只敢约啊！都在那些后都是顶波手，刚波流就是刚波流啊！约到那头牛没？对呀，刚波手，我只约了。有的那头鸟没，对呀，刚波噻，我只有了。你别笑。这就是根据这头发。我过生日，跟一年养东西到手指头上去过。我知道生日礼物糟糕，但是我得告诉啊，一直啥对门老猫都要给我卡扎，个卡到一啥喽？我虽然知道卡到咋，但是我得告诉啊。我忙天的时候，我发信息找稿，我可叫我没意见，都只叫鬼头没事我虽然知道叫我没意见，但是我得告诉啊。后来意思是还有个对子起个我太无知了个呀。对，就是要个太无知了。这下困难到，甚至我蒙贼。蒙贼也蒙贼。你更求过我的。我虽然就搞直观，但是我得告诉啊。我虽然就搞直观，但是我得告诉啊。第二牛，毛奶我拿不起鸟贼我冇故意我冇这个脑啊。我怎么？搞我冇得这种脑。哎呀，我们个烂脑嘛，我念不毛奶的只老贼就个拿不起鸟贼搞我冇说这种脑过来只懵嘞，懵了冇对了牛，冇奶个多过一嘛。我一度滚餐菜，个一定干成菜呢，个火锅冇个银龙冇个就真菜啦。这我冇了，我冇给啊，我老贼呢。我嘛，妈那个哪个再子鸟贼呢？都一毛手，个哪个再子鸟贼这火锅冇个一我子呢？你打我咋？搞得活该当生死搞得活该当生死哦！快点上课！快点嘛！哎呀，一群猪啊，送人头呢！你都拿到菜啥啦？啥轮到菜啦？啥子？拿过包啦！没滚拿滚到当搬了过来了。这光一大截，生人做的短的讲，不过2分钟，这个2分钟如果没被踩到，都要三字没就都要乱斗了。嘎子，我到菜啥？啥轮到菜啦？干哪完的？滚电子拱的，气啥多？有的对头都没，因为那把高手机，板子的板油，有到些没，到些因为那整天讲不能，到你能没？都必须重要名字哦。我套知道啦，我弄啦，哪头鸟，哪只头鸟，怎么过没？哪头鸟快点3种字哦。三子，你都真正做个好在我咋？啥了？我拿的，怎么我拿鸟的被炖了？我都要3种字，这里那做这么口呢？三子了，这里这么口当了，别都这么闹哦。三子了，这里这么口当了，别都这么闹哦。你别笑。几岁个肉呢？
rồi nè. Ê, ở chạy, cô chỉ tự lột giấy nè. Món này, cậu chỉ chua băng nè hả? Ê, món này chỉ tự lột giấy à? Lấy à món này cô chỉ tự lột giấy nè. Cô chỉ tao lùa, cô ya thắc gặp bự. Cô tốt tao cũng chẳng chạy lệ. Ủa, nó sẽ hao giống bà. Ai ya, chỉ thắc gặp bự mà. 这才。搞几次尿在高头子他可不。其实，只他个不嘛毛呢，几只鸟最好。我哪知道罗呢？那就只那些啦，搞那么搞凶多啦。你那没么个记得假发的，你当么个记得只差的难。个记得只哈拉搞嘞。你别笑。It's the motherfucking Eagle Double G.